自从这个疫情发生了后，政府就禁止游览团来出国，这个禁令到今拢也未解除。也毋过，即摆观光局是先开放旅游业者会当开始来推销出国游览的产品咯。这嘛代表讲，这个出国游览的禁令就得要解除啊。但是目前只会当先来注文，旅行社袂当收定金，嘛袂当来签约。啊，即摆看会到的产品是到日本东京5天的行程，这个团费拢起价咯，5万块起跳，啊，飞人机票嘛起3成到5成。点去旅行社的网站，是咧国外旅游暂停，互咱先来耍台湾。毋过旅游出团禁令，敢若总算袂放令啊！毋管你是想要出国，还是想要预约，观光局带头同意，互旅游业者先把产品杀出来，放上网络。毋过，敢会当注文，袂当签约，因为当时会当出团也毋知影。不得跟旅客签订契约，也不能收取任何费用，但是可以做一些行销作为。所以可以做的部分就是可以有一些国外旅游行程的简介，那也可以有参考出发的日期以及参考的价格。旅游业者早就已经传好你单，随推出日本东京九州5天游，甚至阁有完整预防车免隔离的专区。不过，真正个看，介绍比疫情进前贵真多。基本3到5成的一个这个涨幅，确定这个团体旅游的禁令是被解除，在那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定出包装的这个价钱。等2年外无到出国，外界预计8月份会当期待，不过拄到歇热，加上国际油价涨悬，含大家拢想要出国，机票一定变贵。去上济欧美地区，敢若63起的直飞票价，疫情进前敢若1万倍，即马买11月份出发要4万块，起码162%。台湾人上爱去的日本嘛起有3成，韩国6成到8成。啊，大礼拜入境人数限制伫咧25000人，敢会去影响到机票价销继续压悬？就看所落来指挥中心敢会甲正式放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